做下咧高薪嘅產品經理，連續咧被裁員2次，但竟然咧成為佢年入100萬美金嘅契機。34歲嘅 Li-Shan 本來咧就係一位做咗近10年科技公司嘅產品經理。2023年年尾，佢不幸面臨人生嘅第一次裁員。喺失業救濟金就嚟用盡之際咧，佢決定用自己嘅積蓄擺檔，買自己由細食到大嘅巴基斯坦 Kosovo 美式嘅融合街頭美食。憑住獨特嘅口味，佢打入咗紐約知名美食市集，仲參加埋真人 show 美食餐車大賽，一舉奪得總冠軍。呢場勝利咧，俾咗佢極大嘅信心。佢拎咗7萬蚊美金嘅積蓄喺紐約東村開咗間自家餐廳 Li-Shan。佢將紐約經典嘅碎肉芝士漢堡結合巴基斯坦香料肉餅，打造出獨一無二嘅爆紅漢堡。估唔到幾個月內嘅餐廳單月營業額竟然突破14萬美金。最得意嘅係，就喺營業額創新高嘅同一個月，佢收到佢人生第2次裁員嘅通知，但今次 Li-Shan 完全唔驚，仲反而笑住咁講：呢個可能係天意，我唔再屬於大公司嘅體制。雖然咧而家每一日咧要工作14個鐘，但係佢話喺度我有一個諗法，1個禮拜就可以實現，唔使再等老細批准。如果係你萬一唔好彩遇到裁員，你會選擇繼續揾下一份工，定係把心一橫試下創業？留言話我知，記得 follow 我，每次帶你睇一個真實嘅創業故事。